来消息哦，过来看高雄市伫2021年底考清洁队员，迄讲当时哦有678人被处，本地按算讲3档的期限内会陆续来任用。也毋过哦，清洁队伫今年1月又搁精选200外的临时人员，搁伫咧等任用的300外的被处人员哦，向民意代表来申请，要来捍卫因的工作权。 少年人徛几排争取工作权，因拢是高雄环保局2021年年底招考清洁队员的被处人员。原本市府估计会陆续伫今年底进行全部任用，到目前阁有300几个人等待任用。但环保局1月说阁要精选清洁队的临时人员，准备录用200人。大家都很煎熬，毕竟考试没有那么容易啊。为什么现在有缺人？为什么我们备取的不先录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招考临时人员？已经等待2年多的时间，依然未等到备取人员被禁用的资格。被选人员初3透早由民代陪同开记者会，因为真侪人拢是拿做临时工，拿苦等任用。当年被处人员总共678个人，资格到今年底为止。民代质疑环保局精选临时人员是新面试，才阁逼试，精选无透明，而且以用临时人员参加正式人员招考，阁会使加分，嘛互被处人员感觉无公平。一般来讲，都是先笔试完才有面试嘛。 那你没有经过一个笔试，你怎么会知道他基本水准在哪里？面试并不会计入到笔试最后录取的那个分数。简单讲说，我们的面试只是初步的筛选一些可能比较工作上服务态度可能比较不好，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环保局表示，临时人员无加分的规定，嘛强调面试是要先选出工作态度较好的人选。民代甲被处人员呼吁，市府应该取消被处期限，并优先用有意愿成为临时人员的被处人员，莫互因辛苦考试，苦等了后变做一场空。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